Hello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，我係阿 Pat，今日又同大家分享我嘅營養早餐。首先準備400毫升 Eastspring 嘅淨水，然後今日我會食嘅係咖啡味嘅 Body King 營養代餐。之後有植物蛋白素、膳食纖維、益生菌、膠原蛋白咖啡。另外，我會補充綜合營養，同埋魚油 Omega 3，然後將佢搖勻佢。Cheers！ 你都同我一齊食營養早餐啦〜